Hello Muse TV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我嚟緊開演唱會。Hello Muse TV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嚟緊係會開我嘅 Lava 演唱會，喺10月18至到21號。我係姜濤，頭先唔記得講。點解我叫 Lava 勁喎？Lava 即係岩漿嘅意思啦。總之 Lava 就係一個介乎於水同火之間，我覺得都可以原理解釋到水同火特質嘅一個媒介。咁即係都希望寓意住一個重生，而重生嘅時候唔一定要拋棄過去嘅一切，正如水火其實係可以共存，所以希望自己呢個演唱會用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唔同嘅對立面。加油啦！我哋今次都請咗小梅老師喺我哋呢個演唱會中間幫我哋完成某一 part 嘅舞蹈，都感謝唔出現。